差不多上20岁啊。上20岁。甲开始，甲做个做个300绕墙诶，啊做8、10年。了后有了因来个科学发达咧，有了动力。加上个骑马演员，利用个用绕墙个木头个船咯，啊就装个来实验个做题目，啊做到结果真好，啊就将个油厂那个改造个机骨抓台抓走咗，该做啊有15年，啊你要紧来，马里学去增加，最每做个种做到30万。你的食材？今日学校也毕业，14岁来做回了天，所活的时间，还是有汉子多欢喜，大天就在了。刚开港的时候我还很小，开了差不多了，我就搞船了啊。这条港开港典礼钱财还是我的船钱财。对啊，我17岁，我老爸就搞船。我也记得啊，最年轻到最老，时间有多长？没有多长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
不海，不海，轮到我们值班。那个铅水打到船口空，我知道到了，我就这样把它提起来。他一吐，我满脸都是啊，哎，我满脸都是也不管呢。幸亏我二舅有气，我二舅知道我已经没办头发了，就把绳子缠起来，东西洗一洗，鱼给我放进那个篮子。我就开始趴在那里，没有可以坐，没有可以睡啊，舢板哦，里面都是水哦，还要挖水，就这样，大概是7点多到目的地吧，就在那里蹲到那傍晚，比这更暗一点，才回航。你要跟谁讲？你要求人家说你载我回去，你免谈呐、我很聪明，我不会叫，我就蹲在那。还被那些老的哦，创底甲无创底，叫我食伊的荤油，以前抽那个烟，那叫什么讲？烟斗，长的烟斗，水烟呐、叫我吃他那个烟油呢，那个尼古丁呢，还有叫我吃那个船锚的那个黑那个泥巴，哦，迄项无好，这项就有好啊。随便他讲，我们随便吃啊。一样是冤啊！你看以前的老头子真的会没死的，什么他都乱讲。后来搞那个渔船，出去都是3天，那个钓那个偏绳钓就杀一大堆，都是3天，都不会吃的，就会做，不做不行啊！以前的人哪有这么好？一个人一个岗位，你怎么不做？做到回来又忘记了，还回来想载他们要载出去，那个引擎一发动，咚咚咚咚咚，哎呦，惨了，也是要去啊。小学毕业那时候就是说，外面有事好做，很高兴。那时候就是我一个是表舅，在台北延平北路开那个西药行，他就把我抓去当学徒啊，当药行的店。当没有多久，我爸跟一些朋友6个人，以前农妇会有6个人，国主就可以申请一部船。那时候的船号叫仪征。那时候我在台北任职的时候，我爸就上台北找我。他说我们申请的船已经出来了，你到底想要在这里干，还是要回去打鱼？我第2句话没有讲，我也没有考虑。
马上把衣服包一包就走，走了就到基隆那个东发造船厂，在那里新建船。我从放龙骨就睡到我开回来。我以前推土机3部，怪手1部，啊，还有一个船，年轻啊，冲劲很大。我一个人在海上可以做3个人的事。那时候钓延绳钓，我自己开船给他们扬绳啊，我又要标鱼，我又要那个怎么讲，绞那个铁链给它绑钩子。以前那没有歪啊，用铁链。我还要跳上跳下的这样，一来马上就跳出去，标好了给你们拉，我们又回来回船。真的那时候真的跟铁牛一样。标鱼是我们种到的，已经上钩了，上钩很凶啊！你那个钓师180磅还是哪有够力？只是把它拐进来啊。看得到呢，标枪就要去了。标枪的绳子大，啊，我都是打双股的，你被我标到，你就给我绑住了。所以说，那时候钓鱼钓得蛮好。都是一些什么鱼？鲨鱼大部分，鲨鱼、鲶鱼和大石斑。大石斑整100斤以前，我最大钓过250公斤的。出来啊！你都过来，我苗都好了呀。讲呀！我家前头都红叶900。这路讲啦，讲到了啦，还冇落啊？哦，你冇落啊？我自己落啊，过来你包的啦。你包啊？包。对吧？了解啊，我坐啊，我来上啊。冇啦，都系冇事啦啊。好啦，了解。我爸爸很喜欢我有船，以前我都把师傅打过来渔港坐坐，他就等我的船，我什么时候回来他知道，抓多少鱼他也知道，他看船头的深浅。但是他就是不会坐船，很喜欢我们搞船。我说要搞船，他一定赞成的，我妈就不行。
妈看我搞推土机，以前的板车很欧浪啊，都是2块木头垫着就爬上去了。我妈都是跪在地拜拜，意思求平安就对了。你又跑海，一刮风大雨来，她又跑去渔港等。望海的母亲。对呀、望海母亲讲一下。我们真可怜的。其实我们没觉得说什么，他觉得说啊，这个孩子做这个事，都是让他烦恼。他也讲啊，你所做的，你一辈子所做的事情，我没有一样也要烦恼。就是这么奇怪。当然了，妈妈心疼。今天就这样而已哦。对啊。哦。你光播8年後係用光播花啲人嘅啲人。你係做乜啊？我喺廣州將家ของเลย好開。哦。開公司。就喺路途佢嚟講嗬，佢哋落嚟弄嗱10日，嗰條人講10日5條車，買5戶左右嘅，拍鋪嗰條嗬，跳下要5個鐘，將冇事做，嗰10月份就開始做。挨把手就開始變起身啦。哦，挨把手就開始。嗰下挨把手幾度冇變咧，就是挨年過隻嘅，挨年過隻火。哦，還幾條
去上山，还是往来里接。16、17岁，有一朋友哦，出去台北打面皮啊，家下15岁吼，就出我回5馆啊，李亚伟有5馆，上礼拜就转来，就上礼拜就转来啊，啊，上礼拜個還有就兩妹啊。在特别是我10年啦，上10年啦，两妹讲就亲戚讲，是养蛇年少啊，有咩係上禮拜又上門屋下，有時候在那包袱快年時快年在那，家下17、18歲，大家下來講啊，也會講出去5館啊，技術更偏好啊，更偏也會就見巧妙天氣。嗰擺你做下牛啊，牛來嘅所以講哦，睇家庭啊，永遠我做天時，刁人就做得是回家咁多，大概是咁樣。啊，做天時也係世界都做天時為主啦。好嘅東西，家下土壤研究啊，好嘅東西哦，那做天時做好為主。月妹啊，萬富啊，好靚富，眼睇妹啊，一上睇妹啊，要攞呢？家來啲農業會上會家，因為幾屆流水啊，又大流小流又安分。我大流來啲時年時多，我小流嘅時日你表我去，條擺有你少咁多，條擺喺後生時嘅又也嚇唔像人，哦，佢該數輪胎啊，內輪胎啊，哦，該是燒一下該夾來補線夾呢。好，佢就抽水抽，有咩抽我該種，從你從你個，有咩抽我該燃氣價個，好是壽命啊對。我常常可能農家練研究，啊像你起碼大輪胎，條板啊就用燒台啊，像少年店，我是冇有見少年台，會燒，我該用嘛用15年的。會打他們去15年都會快，會流風。因為清蓋輪胎啊，某年會燒來清上面盆來擸喎。面盆擸落去哈，到咗唔掉拖索啊，風啊俾人壓掉哈，啲頭會將佢擸喺水度都擸趴住，一幫冇用啊就索啊拖嘅負面就冇啦，不咩？緊做緊呀嘛，咁個梗係嗬，梗係含威上時冇叫佢咁。呢一數年嗬，貴啊，做咗我就無輪胎呢，我就想做啲簽價，很見講摸咧，摸個錢條嚟，係咪就？哦，個摸我就經常。
那回从容有的冬天时会碰街保利龙个，他在家还车上了几块。搿是讲来啲转几嚟夾只做，還同作。会变咯，搿个了系用了会变咯，想不想？做上街地多，肯定有没比啥的。我来家我我就放心了，就生意样嘛。特别讲快些些来面，因为搿只看得唔好，係嗱有人湊上去，搿樣係天天咯，會添解下點用，唔就食飯，用到到來啲苗做用做混內咯，唔會熬，搿只看得，搿唔係講。见到你所做嘅，佢錢，相似從喺啲強解打學，你當睇用啊，會後用係咩咯？咁樣定啲，少咁多定嘅，定可以平啊，用定機唔會熬嚟呢隻。上到咪先看啊。係啦，嚟拖佢因話先看。喺台風嚟講嗬，嗰病樂器嚟講，跳把嗰台風就唔是冇嗰買我咁個嚟講，有啲人呢唔係講攞陀佢嚟講冇女行呢啲唔敢做，我啲人嗌街會病人傷呢街，嗌冇即冇人敢做，啲唔敢落啊，就了幾個冇嘅，1500多，睇了半幾了比10了，就了，按做就了來就唔敢錢冇個少年錢是你明冇，難冇啊，嗌個逼掉咁咪我唔熟個，見要自個台風做，我了解個台風怎麼做嘅。你用節目機佢會上料，佢會上奶料，嗰度上奶料喎，做運用嘅，是嘅。奶子就像白奶嘢是運白，白奶嘢少啊。是講有兩頭係啦，嗰啲白奶嘢咧，後來是太轉咗，冇下個好開就運落，嗰啱運落時，做白奶嘢嗬，樣啊冚到爛啊！垃圾出啦，冇喺正啦，按出個功夫啦，啲小姑要潮啦，哦，嗰燒咗咧白嘢，燒咗咧即刻就酸去補啊，即刻補啱啦。咁樣那種有時經歷啊？會啊。做寫寫啊，大照嘅經歷。哦。
从底下冻结，你冻负债就多一点。负债就老满债穷啊！你冻过负债也多，满债也多。该阿个我把大忙讲，因公受尽了咪哦，就话天然的嘢回顺加咁了，那上头个还有满债、负债、路债，还有小节日，有很多样债。跳摆满债，是满多人做嘛，下就做，下来吼，像是养不做价钱很多。因为嗰样习惯河川，那按照当河噶，因为个爱满债，叫你哋回顺你哋人啊，叫千多人对出来也满债哦，讲都个专心，现在比较丰富，像人家街路样，对啊，还是产业瑞丰啦，不得了啊应该，还是搿个东西大家甲本来嘛，听人讲大人食落底，小人食落饱啊，哪会见过？一摆做当到做7斤啦。7斤啊！老师，你还从那那共想买呀？那个公共的那共想啊，一定是兄弟那共想啊。啊，对啊，那共可以啊。你落去啊？几落啊？几落去啊？买这落啊，你叫你贵啊，下边个公司啊上就对了。跳摆是有一条巷荡去，都让每个岛跳下来都风干地方看都来做，河流荡台咧，喺你岛屿叫上个小瀑布呀，你叫只佛荡台，喺你每因咧台流，个碰撞啫嘛，专门出来考虑到你，调出来做生意。去载东西、产物啦，其他的蔬菜里头啦吼，本身做下载到里头吼。了后，你本人去接管个下吼，看到你安全，个有设计个地方因市场上见了设计上做只，我做只讲，做只讲咧厝下嘛这样做个吼，冇做咧方乃只样两边样石鼓严，个就专门用人工。了后，你着听因欠冇经费，有时因来政府也冇人重视，你着地方因是只很热心，你用做风光嘅名义来做，咁咪牛啊、排油啥牛啊，当然用手工沙发鱼啊、鱼让伊当用开呢，用开即你会看到政府看到讲你睇因度有安热心政府人来帮助，讲来用因的机器法来做，你就公布你先讲做就做了内复的，内复了拄伊夹去啊，拄伊夹，以后就慢慢眼睛扩大。条就该跑条360高，你电机啊是条鱼啊，还有。刚刚上到要上海年龄多岁，唔敢逞强咧。大家讲爱叫伊好好点个人，出门快点来买船。大家要考虑哪点？
叫我讲话讲啊，叫我但是我三下了讲，大啲风点会变要出门。啊，毋过我去重要时间无撞，啊去到去到，凉冰冰，睇下9点啊，收鱼转来就转来歇快。一踩喺度啷講，我做過提到嘅，冇人做邊下多啊，我做過差唔多要1,300左右。哦，係把1000個個沒有。1000個沒有。誒。咁你幾兩歲？年。在轉來對人講，再出5來講嗰兩邊。順條路就流嘅流水啦，我噴住啦。係啊。開始見到10條。啊，天啊！已經10條。你已經10條，家應該冇便宜啊。應該冇便宜。家講唔啲300元，過300元。太天啲食緊那個物資就配得好好啦。我也會做，我也該下多啲啊！做下差唔多，差唔多10斤5,200斤股。呢係樣。我算袂得咧，做烏嗰種，還是做呢個鵝嗰種，做拍布嗰種，如果做爛嗰種，做手竿嗰種，做條刀嗰種，不得了啦！因個台灣全省哦，是我哋哋為了個做為個新種。一305講嘅名氣哦最多，因為我哋係過路啊，我哋係大咩，我哋係廠，咩講話來到來見面來到咧，大家所以大，你就做添，冇咗呀，佢又咩，其實佢對一個，有冇人做到冇人做，有冇人做到就冇人做到。冇咩做過啲事情，我就冇然後過路。因為我這個有研究啊，可能你啊就解下道理啊，我還有標準來記住，一隻家庭當自然，唔會艱苦啊。咁個土會艱苦？對，土會艱苦。咁冇做咩？冇這個慣咗，我冇我講嗰些哦，冇自然的東西啊。
会走啊？嘿喏，俺爸讲你退休的吧？退休了啊，要退休了，咱准备了。有咩意咩？来母体买体很。哎呀，我讲你开销多嘞。不走那种房嘛，没有，这面饭。越走那可以办嘛。去书记那天晚上没有风啊，我一路开都是我全程开，我没有开，我在后面整理东西啊。开到了就开灯啊，给予啊。到8点多，忽然间我们托阳讲的欧开塞兰嘛，来就是风雨雷电，通通到了，对啊。那宝七讲的那个是白发魔女，很厉害啊。哦，一来我一看不行啊，我那天的矫枉机啊，油压都还没弄好。我说拉，用手拉，灯也熄掉。我说回家，这个天气我们用手拉不动。还没有5分钟，船人在叫停车。那已经比他打好几个浪上来了。那就海点低嘛一浪一浪起来都满满的，一水啊，下我们这了，下我们这越来越重啊，进舱啊，我就马上停车，我就跑进机舱去看，完蛋了，跟汗水一样，哗下来，就是那个要沉不沉，要翻不翻的那个时间，他2个年轻人拿起大哥大。就往家里打，一个打郭燕，一个打其他朋友，都是搞海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快来救我，我船要沉了。”就讲这样，就翻了去了。那机子都湿了嘛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不通啊，不通我就盖在里面了。我心里想，我现在要出去，一定要很镇静。而且你要想好从哪里走，从哪里弯，从哪里潜下去，从哪里上来，一口气你一定要完成，2口气你就翘掉了。那说也是福气蛮好的，我钻起来刚刚好，一路都很顺，一上来就抓到东西。那时候船翻回来了，就是剩下那个船头转弯的地方那一点点，浮在水面，但浪来人还是下去啊。他们2个上下不知道多少次，
老大已经跑掉了，浪一打我就往船头飘，浪一回来我又往船尾飘。给他弄不了多久，我也累死了，我也快没力气了。我说不行了，这样再抓下去，我会被溜走了，我抓不稳了，我就叫船上的人。我上面摔下，有人讲我在，他一个先上来，一个还没上来。我说现在浪来你就赶快把我拉起来，浪来会比较慢嘛，拉我比较轻嘛。哦，那力量不知道多大，我给他甩一下，差点甩过那边去了，一说就摔过去了。啊，摔去我就趴着，趴着在那里干嘛？休息。哦，太累了，实在说太累了，我就问你大哥嘞，他说刚才还有听到讲话，刚才什么时候不知道。他说刚才我问他在哪里，他在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后来我上去看，什么也没有啊，4个就变成3个了。3个我们也一直看，一直观，一直望啊，结果就是没有看到他，没有看到他，心里想的知道，你到这浮标，早就离开我们很远了。最后一直飘，哎，看好像天快亮了，慢慢的白了哈。一条大轮船从我南张，正的对着我的船海。等到6点多的时候，那时候海鸥它联络的不会说，没有这么准啊！我远远看着海鸥，啵，直直的向我，红色的。我说这部就是救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就是这部。
这边就乌啊，摸乌啊，你也有做摸，还是没有摸？对哈。现在还有摸。嗰條樣度冇快就冇，嗰啲阿妹冇賣樣嘅，嗰條樣冇得嘅，所以我燒嘢就冇，啊做嚟唔會做好啲。